明仔载开始有45条台湾好行的路线，只要使用电子票还是行动支付，就半价优待。观光局表示讲，说来会个增加车帮，搁有风景区的路线，方便民众过来旅游。为吸引国际旅客来台湾，佮鼓励民众加坐公共运输出佚佗。那到宜兰总会一月潭、阿里山、垦丁这观光景点的台湾好行观光转接公车，为5月20开始到114年8月底，民众若使用电子票证或者是行动支付坐45条路线，因部分平常时假日拢有半价优惠。我觉得蛮方便的，对，因为其实自己开车的话，就是会塞车，还要找停车位。有一个接驳的话，会比较方便游客一点，但是可能就是要在旅客中心里面要告诉旅客多一些这方面的资讯比较好一点。根据交通部观光局的统计，到今年2月，台湾好行全路线总载客人数是70万3422人次，每个月平均载客35万人次。除了景点转接服务以外，民众应直接利用超达套票，特色路线省去规划行程的麻烦，就能轻松省台湾。我们就包含导览、解说，还有这个手作体验，还有一些餐食的部分，我们就用邮轮式的方式，让游客一站式的上车，一路从头玩到尾。对国际旅客，因为我们语言的部分，第二外语也增加了。过去好像这个一个纵贯线不管是台铁或是高铁下来以后，都是横向左右的鱼骨头啊。现在把鱼骨头跟鱼骨头这些鱼刺把它连接起来，变成网子了。观光局表示，台湾好行已经进行上悬，每年差不多479万人次来坐，票价优惠只是第一步，赛期会继续针对全台原来好行路线，鼓励客运业者增开帮处，佮增加新的景点串联旅游路线，佮提悬单车环境，希望这服务的提悬，和坐车人次慢慢恢复到疫情进前的水准。记者综合报道。